10年都冇聽過嘅開槍械劫案，尋晚喺尖沙咀爆發。揸槍㗎就係呢個一身西裝加波鞋、戴晒假髮口罩嘅男人。星期4晚9點幾，佢趁北京道一間錶鋪差唔多閂門嗰時，就扮客人入鋪買嘢，拿住百達翡麗嘅 catalog 篤手指，叫職員拎錶出嚟，古惑惑咁，引得個職員攞手機影低佢個樣。亦都攞出一支黑色嘅半自動手槍，咁好突然之下呢，就向咗其中一名職員嘅胸口呢，就開槍。然後再立走櫃台上面9隻價值550萬嘅百達翡麗，向海港城方向逃去。而個左胸有個血窿嘅57歲男職員送院搶救，留醫 ICU。其實咧，案發之前呢，佢喺晏晝嘅時候咧，曾經係進入過呢間店鋪兩次，咁相信期間可能踩線。着晒避彈衣、荷槍實彈嘅警員趕到現場，封鎖一段北京道，翻查附近 CCTV。遇劫嘅收藏家鐘錶珠寶喺尖沙咀有2間分店，專賣頂級名錶。漢口中心間鋪10年開幕嗰時，仲請到名模陳佩嘉嚟剪彩。